要嘅好消息講攏總兄弟姊妹哋，可能這個世間呢喺度冇路行，缺條路，按到問題，這個白色多少多煩多久冇路線好過。我嘅聖經講這個啲，喺耶利米亞33:37樣講到，求上帝、謝上帝、禱告個上帝，佢答應這個，佢唔係講這個啲。太太嘅事乜嘢？自家分面嘅事，自家啲人奔過嘅路線，自家啲人奔行嘅路線，只為講自家啲沙自家嘅謙卑嚟到佢嘅面前，自家嚟寫嘅，自家嚟求耶穌基督，只為開路本自家，自家嚟到佢面前，佢下去禱告，信任耶穌基督係一個救主，講佢啲愛你係按到問題，係按到痛苦，佢能夠看待自家去過突折嘅問題，佢本自家嘅聰明智慧，充滿咗佢嘅心中，本自家過突折嘅途中，我相信係自家要有嘅信心，要有謙卑嘅心嚟到求耶穌基督，佢能夠帶自家去出得勝嘅路，阿門。